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以赛亚书33章17节到22节，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7节，18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话。圣经里面谈到主的话，上帝的话语有几个不同的面向来探讨的这样意义哈。新约说上帝的话是道，是上帝本身，是上帝临在的意思。就创世纪的观点来看，上帝的话是创造的能力。摩西时代上帝的话语就代表着诫命，当然也代表着上帝的全能与同在。先知们说上帝的话语就是预言啊，就是提醒啊，也是惩罚的能力。诗篇的记载呢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说到这个光啊，以赛亚书33章17节到22节以赛亚也这样说道：你们将看见一位君王的光辉和他广大的土地，对外国的税吏和奸细的恐惧已成过去。你们再也看不到傲慢的外国人在讲你们听不懂的话。你们看西安吧，它是我们庆祝神圣节期的城。你们看耶路撒冷吧，我们在里面多么安全啊！它要像永不移动的帐篷，它的结子也不再拔出来，绳子永不断掉。上主要显示他的荣耀，使我们要住在他那个宽广的河流边。敌人的船只不会在那里航行，纵使敌人的船只能够进入我们的港口，鬼神要松脱，篷帆要张不开，船上的货物也成为我们的战利品，连不能走路的瘸子也有一份。上帝的话语既然是有创造的能力，是代表上帝的本身，那么上帝的话语就是可靠的。假若有人想要增添自己的意思，去假借上帝的话语的，这样会必要遭受到上帝的惩罚。因为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增加，也不能减少。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但我们也知道，现今的社会当中，这种假冒的人事物太多了。圣经也早就预言了，将会有人假借上帝的话语到处招摇撞骗。约翰在这个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7节，18节到20节提醒了基督徒，他说：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。那赐下圣灵给先知们的主上帝差遣他们的使者，把必定在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他们仆人们。耶稣说：看吧，我快要来了。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我约翰郑重警告那些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，如果有人在这些话上面加添什么，上帝要把这书上所写的灾难加给他。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掉什么，上帝也要将他除灭，使他不能享受这书上所记载那生命树和圣城的福泽。
为这一切事作证的那一位说：“是的，我快要来了。”主耶稣啊，请来吧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啊，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从今以后，万民要称我为有福，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。他的名神圣，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，代代相穷。他伸出全能的手臂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寂寞。他把最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，他又抬举卑微的人。那是饥饿的人咆哮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承诺，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他顾念亚伯拉罕，他向他大赐仁爱，并且以及其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感谢慈爱的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使我们在面对新的挑战、新的困难题目，就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的帮助，得到保守，领受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